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尋找爆升股嘅小技巧。以2050三花智控為例，自從9月16號到依家，已經升幅超過16%，升勢凌厲。點解會升得咁勁？大家可以發現嘅，我哋喺9月16號呢個位置呢，出現咗我哋嘅 Power Taker 選股策略裏面嘅呢個爆升股移動嘅一個圖標。呢個圖標顯示嘅係關注嘅位置可以喺呢個37蚊2呢個位。37蚊2呢個位置呢，本身嚟講係存在一定嘅呢個多頭動能。喺 Power Taker 嘅指標裏面呢，都有一個異動，呢個異動就係我哋嘅倒影力量持續發散，而下方嘅短中共振指標呢，都出現咗藍色嘅巴不斷發散向上，多頭動能強勁，所以先至有機會由37蚊升到44蚊。OK， 多謝比拉支持，我哋會分享更加多嘅小技巧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。